厉害做他有7000人嘅人，有客家人，有普罗人，有泰鲁来嘅百姓，有外国人，乡下7000多嘅人，咁啊嘅呢，乡下對祈禱，比台灣來祈禱，所以日本人我要來分享教會聖經嘅信息，問大家聽，我先我來讀聖經節，講到聖經有講到耶穌講最大嘅誡命係乜嘢？我來讀聖經節，耶穌講最重要嘅就係乜嘢呢？就係你要注意聽哦，主愛人嘅上帝係唯一嘅主。你愛用全部嘅心智、情感、全部嘅理智、勞力量來敬愛主，你嘅上帝。你愛用全部嘅心智、全部嘅情感、全部嘅理智、勞力量來敬拜主，你嘅上帝。這個耶穌講嘅。今日行係乜嘢呢？今日行係講你愛石定沙。悄悄相自家應用，就係彼此相惜愛相惜。無比亞兩條係好重要嘅誡命有兩個誡命真重要。第一咧就係敬愛。